2008年卷 1B 第3條嘅 D 部分，咁佢就話呢項網上銀行服務咧，設計咗一個登入網頁嘅界面，就係一個咁樣嘅界面啦。咁你見到咧，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嘅用戶名稱同密碼咧，都係叫用戶用滑鼠按呢邊嘅虛擬鍵盤屏幕上面嘅鍵盤嚟到輸入，然後登入嘅。呢一部分佢話舉出呢個設計嘅一項優點，除咗講之外咧，仲要說明佢有幾好，好處喺邊。咁你睇睇呢個界面啦，其中一個可以讚嘅地方咧，亦都我哋常用，經常都會噶啦，就係密碼咧用咗星號嚟表示，就可以避免密碼咧好容易俾其他人見到。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設計嘅優點啦。咁另一個優點咧就係用虛擬鍵盤啦，全程都用虛擬鍵盤咧，就可以避免客戶用實體鍵盤嘅時候咧，俾間諜程式記錄低咗佢嘅登入資訊。咁咧，如果我哋用滑鼠喺上面撳咧，就難啲追蹤。但係如果你用實體鍵盤撳咧，可能記低咗你一啲使用者名稱密碼之後咧，就掌握得到嘅。呢部分建議2項改善保安嘅網頁設計，而且亦都係要簡略說明嘅。咁我又睇翻呢個界面啦，咁有啲咩可以改善嘅地方咧？咁例如而家你見到咧，佢係1至0，換言之呢個使用者名稱同密碼咧，都一定只能夠係用數字。如果用數字做密碼咧，係好容易俾人撞到嘅。咁所以咧，可以喺呢個虛擬鍵盤上面咧，加入字母同埋符號啦，令到密碼咧可以有更加多嘅組合，提高呢個安全性啦。另外，亦都可以咧，呢一啲次序唔使排得咁整齊嘅。例如呢個係1，呢個可能係9，呢個係6，呢個係3咁。撈亂啲次序，變咗咧，當用戶撳嘅時候咧，就算俾人喺側邊睇到咧，都未必估到嗰個掣係代表啲咩字。但係如果而家好似我哋咁樣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咧，人哋大概遠遠記住，見到你嗰個位咧，就記到你個密碼噶啦。咁呢個咧就可以調動虛擬鍵盤數字嘅位置啦，減低俾其他人估到密碼嘅機會。第3個，通常呢啲網上系統都會有嘅安全設置啦。當用戶錯誤輸入資料3次之後咧，就會暫停佢嗰個使用。咁呢個咧都係避免人咧可以無限次咁撞個密碼咧，嚟到提高嗰個保安嘅程度嘅。咁3個裏邊咧，你揀2個填入去，加埋個說明就可以啦。